We're already substantially ahead of our time projections, but whatever the time is, it's okay. Whatever it takes, we will always, and we have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e projected 4 to 5 weeks, but we have capability to go far longer than that. We'll do it. Whatever somebody said today, they said, oh, well, if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it really quickly, after that he'll get bored. I don't get bored. There's nothing boring about this. 好，第三節嘅離地博，大家好，我係主持 Titus 嘅。我哋今日嘅嘉賓咧，繼續係呢個歐洲動態國際版主 Simon 同埋呢個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 Charles 嘅，兩位好。好，各位好，大家好。嗱，去年6月同今次美伊轟炸伊朗嘅規模或者相當唔同啦，但係兩者都有一啲類似嘅。上次咧就係拿塔利亞講啦，Netanyahu講啦，今次咧Donald Trump 就喺佢個錄影演說度都講咗，即係我哋唔係針對民眾嘅，但係我哋會期望民眾起義推翻神權獨裁，大致嘅意思係咁。嗱，當時6月咧，民眾啊冇揭竿而起啦，就要等到12月尾，物價升到唔能夠應付先走上街頭。跟住首先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會唔會個期望會太高呢？而家美國要求就係話，嗱，而家我殺咗你個最高精神領袖啦，你哋而家去起義啦。大家覺得個期望會唔會高咗少少呢？其實就係話特朗普嘅期望或者係一個好大嘅賭博。因為大家都睇唔到個 outcome 嘅，因為其實美國政府好少會做一個咁大嘅賭博，即係賭到係自己都唔清楚嗰個 outcome 會係點樣。我相信美國政府未必知道，即係你於民眾起義換嗰嚿嘢係乜嘢嚟嘅，大家其實唔清楚。但係我覺得你睇到特朗普同埋內塔尼亞胡都有一個共同嘅情況，就係佢哋其實都係喺自己嗰個政權個支持度不太高嘅時候，佢哋係需要做一啲嘢嚟鞏固自己。內塔尼亞胡咧係極有需要，因為今年年尾之前咧，以色列係需要有個大選，咁而內塔尼亞胡嗰個支持度咧實在係唔高嘅。咁然後特朗普咧而家亦都係為咗咧2026年美個中期選舉咧而努力係要鞏固住自己而家擁有嗰一個權力。咁如果到2026年中期選舉嘅時候喪失咗眾議院咧，佢其實咧冇咗一部分嘅權力咧，對佢執政嚟講咧已經係會有嗰個困難喺度。咁佢希望咧就係藉住呢一個咁樣嘅戰爭咧，就係可以挽回部分民眾嘅支持度，但係似乎咧就唔係好奏效嘅。咁所以呢一鋪咧，其實係兩位領導人嘅一個大型賭博嚟嘅。其實即係換過嚟講，伊朗革唔革命 ，they don't care。三人點睇啊？頭先係 Charles 用賭博嚟形容啦，咁但係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嚟睇，調翻轉嚟睇呢一個未必係一個特朗普一個好大嘅賭博，因為譬如我頭先第一次已經講過一句嘢，就係特朗普Trump 其實佢係可以啲嘢可以轉噶嘛，移動目標噶嘛，總之佢有方法講到自己贏就得噶啦。咁所以對佢嚟講 ，OK， 佢而家我哋而家不斷嚟講話，佢唔係喎，佢舊年或者今年年初都分別講過話，我哋好想伊朗自己人民自己換下政權啊，希望佢哋民眾推翻一個嗰個神權政治啊，咁樣一樣嘢。咁但係你其實嗱，如果佢幾個月之後真係推翻到，真係竟然好神蹟地，真係有個即係伊朗嗰個反對派，即係雖然冇一個好明確嘅反對派，但係我假設有啦，即係個反對派上咗台，真係成個神權政治冇咗，咁 Donald Trump 咪可以自己出嚟 claim 一個 credit 咯，即係話我有功咯，我又可以攞獎，攞和平獎，唔知又攞個獎咁樣咯，佢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佢冇一個咁嘅情況發生，反而係繼續個神權政治，繼續有個第三任最高精神領袖出咗嚟。然之後你以色列人又炸佢唔死咁樣，咁佢咪縮翻咯，佢咪轉個目標咯。所以我又會覺得個賭博你從幾個角度去睇啦。有一樣嘢對伊朗人係一個好大嘅賭博，究竟佢
先唔講話係咪咩換政權定乜嘢咁樣，先講就係究竟之後哈梅內伊嘅情況，我無論係用個咩政權都好，會唔會一個情況好啲嘅一個未來咧？咁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賭博。咁但係對阿 Trump 嚟講，我又會覺得對佢嚟講一個賭博唔係話佢可唔可以換到一個伊朗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即係我所謂好啲意思，即係話從美國角度對美國比較友善嘅政權。我會覺得佢對佢一個更加大嘅賭博就係無論發生咩情況，包括對於一般人或者可能有啲人覺得就係一啲好反 Trump 嘅人士啦嚇，即係嘢逢親必反，對阿 Trump 好針對嘅人，即係出現一啲佢哋喺度鬧緊阿 Trump 嘅情況都好，或者對阿 Trump 好不利嘅情況之後，阿 Trump 有冇能力將佢拗得翻？呢個其實佢都係贏嘅，佢都冇問題嘅。而進一步就係控制翻伊朗嗰個問題，唔會令到變成佢喺美國內政嘅一個爛攤子。尤其是佢對佢嚟講最重要就係唔好影響到共和黨今年年底個中期選舉嗰個，即係中期選舉嗰個國會選舉嗰個選情。我反而會覺得，如果你話對 Trump 係咪一個大嘅賭博，最大嘅賭博其實就係呢件事佢有會唔會影響到佢自己國內嘅民望。反而我會覺得呢個係對佢嘅最大賭博。講到民望嘅問題咧，或者我諗可以討論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至少就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噶啦，即係因為伊朗亂炸嘅結果咧，就係沙地同埋卡塔爾嘅天然氣同石油嗰個都減產，於是咧就係油價上升。嗱，歐洲唔使講啦，我哋都講天然氣上升啦，油價、天然氣價。咁但係若果喺美國嘅 situation 咧，我 check 過就係自從上個禮拜到而家，即係開戰前後咧，美國嘅油價應該係上升咗平均啊，阿 Charles 可以更正我，平均係上升37仙一加侖，即係唔係少嘅。咁當然阿 Donald Trump 就話 People felt it's something that had to be done. So if we have a little high oil prices for a little while, but as soon as this ends, those prices are going to drop, I believe, lower than even before. 即係通貨膨脹應該唔會有任何問題嘅，打完場仗就 OK 㗎啦 ，OK。但係個現實就係，我諗我睇咗兩個鋪。Reuters Ipsos 就只有2成1支持伊朗開戰。4成3反對，2成9話唔確認。CNN 嘅 poll 咧就話5成9反對美國對伊朗動武，強烈反對者有3成1，強烈贊成得1成6。我諗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數據就話5成6認為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會長期化，其中2成4認為機會非常大。民眾好明顯並不支持呢場仗。阿 Charles， 你覺得呢場仗對於成個美國內政嗰個影響會喺邊度呢？今年係選舉年喎，by the way。係啊，嗱，首先講油價先啦，因為加州咧，其實而家咧係有加州嗰個油價升咗咧，即係車嗰個油價升咗咧，其實係有兩個原因嘅。咁我都發覺咧個油價係突然升咗好多，因為我最近即係有啲 travel 要入油多咗啦。咁真係突然升咗好多，咁但係咧其實有兩個新一個咧就係因為加州嗰個例咧喺夏天嘅油係要有啲添加劑喺度，咁嗰個油價係自然會升嘅，每一年都係有呢個情況嘅，就係換季嘅時候嗰個油亦都係會換季。咁當然咧而家再加上去呢個伊朗嘅戰爭嗰個問題咧，就係令到油價再升多少少咁樣。咁所以究竟嗰個因素係邊樣大啲咧？我冇做過一個確實嘅分析，但係油價確實係高咗，咁呢個反映到嘅。但係你話對加州人嚟講，其實已經慣咗，咁所以即係加州人點睇咧？呢個同美國其他地方嗰個睇法，我覺得未必係即係一樣可以咁樣反映得到。但係我相信如果你睇美國其他地方慣咗油價係比較平嘅，即係相對加州嚟講係比較平好多嘅。咁油價突然升，就算升2毫子，其實都好犀利啦，對佢哋嚟講。咁我覺得就係對於民眾嚟講，始終你唔好理嗰個國際上面發生咩事，始終係自己個荷包係最緊要。
咁所以我哋其實睇到過去呢一年，其實美國嗰個政治，你睇到喺唔同嘅 airwaves 講嘅嘢，其實都係一樣，就係 affordability， 成日都係 affordability。咁就算特朗普都自己走出嚟話affordability 呢樣嘢唔存在嘅，根本大家經濟咁好，你一定 afford 得到嘅，所以唔存在呢個afford 唔到呢一樣嘢。咁我即係大家都其實最後都知道嘅就係 is the economy stupid。咁最後嗰個選舉個結，即係個最影響最大嘅，始終係自己個荷包嘅問題咯。咁所以你話今次咁樣打一打，如果喺物價喺油價方面係會有個影響，又或者係嗰個價格上升而導致有個失業率係會增加嘅。又或者係令到某啲嘢係民眾係得唔到嘅，咁如果佢係反映到喺佢嘅民生上邊，咁呢個咧對於特朗普嘅選情咧就會影響好大啦。嗱，我哋暫時咧睇唔到嗰個民調嘅分別，因為咧始終呢個戰事咧只係發生咗幾日啦。咁而特朗普嘅民調咧，就算冇呢個戰爭之前咧，其實真係慢慢咁跌嘅，跌得好慢嘅，即係每個月跌1% 到，其實就真係唔係好覺嘅。咁到而家咧，佢支持度大概係處於37%到43%左右啦。咁你又話即係當然唔係高啦，但係亦都唔係話即係低到係一個好毀滅性嘅地步。咁所以對於佢嗰個中期選舉嘅選情咧，大家知道佢係應該係會喪失咗呢個眾議院嗰個控制權，但係參議院咧似乎佢仍然係應該係可以 keep 得到。咁但係如果嗰個戰事係搞得唔好嘅，又或者如果有第二啲情況再發生，嗱，始終中期選舉仲有好多個月，中間會發生幾多事，同埋民眾對於而家嘅情況喺到中期選舉投票嘅時候，佢哋仲有幾多記憶啊，同埋到時嘅情況，咁嗰個變數咁大嘅時候，我哋其實好難講究竟之後會發生咩事。亦都好似Simon咁講啦，就係特朗普隨時可以用任何一個情況就會話我勝利啦咁樣，咁佢其實支持者係會 buy 嘅，因為即係我哋都睇到網上好多人即係佢嘅支持者就會話，其實特朗普咧一向嗰個計劃就係咁樣噶啦，咁樣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呢一樣嘢嚟睇嘅，咁所以即係究竟嗰個情況會對於中期選舉個影響有幾大咧？我諗有，但係可能對於選民嚟講，嗰個即係有直接影響嘅選民，其實數目少之又少咯。佢嗰個我諗成日講，我諗成日講一個政黨或者一個人嘅支持度係需要有一個所謂 voting coalition 去維繫。我諗其實上次 Donald Trump 贏選舉，即係2024年，係因為有好多人關注物價，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嘅基本盤嗰啲所謂 mega 派咁樣嘅支持。但我諗其實呢場戰爭裏面已經好明顯睇到一個現象，就係話 mega 派自己分裂緊。即係我諗唔使講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因為呢個 Epstein file 嗰類嘢同佢鬧翻嗰類啦。我諗大部分 mega 派都係普遍反對美國對外開戰嘅，無論你話支持烏克蘭又好，支持以色列又好，個理由就係話因為咁樣美國就係為咗一個遙遠嘅國度使咗咁多錢，於是我哋嘅赤字更加嚴重啦。其實佢哋嘅原因係咁樣樣。而家唔夠2個月，唔夠3個月，即係2月28號嘛，伊朗呢次已經派兵派咗4個國家啦。當中Reuters Ipsos 裏面有一個數字係講56%認為Donald Trump 太過中意動武，即係超過一半。呢度應該相信有唔少 mega 派會好不滿佢。因為其實2016年嘅時候，特朗普參選已經係佢個取態已經係比較 isolationist 啦。咁佢嗰陣時亦都有
即係之前亦都有鬧過奧巴馬，佢話：奧巴馬如果搞唔掂咧，一定會派兵去伊朗以鞏固自己嘅政權啊嗰啲咁嘅嘢。咁佢亦都以前有講過同一樣嘢。咁我哋睇到咧最近嗰個 MAGA 嗰方面嘅 Airwaves 咧，其實都已經係自己開緊內戰嘅啦。因為例如你睇 Tucker Carlson，佢係即係其中一個 MAGA 方面嘅名嘴啦。咁佢訪問，即係因為佢比較出名啦，佢有能力係去揾到好多比較高級嘅政客去做訪問，即係唔係自己開個台喺度亂噏嘅咁樣。咁佢亦都會真係去質，即係去對質嘅，即係會走去揾嗰啲，例如佢最近見過美國駐以色列大使Mike Huckabee，咁佢真係直情鬧佢話喂，你咁樣炸死咁多人，你覺得值得咩咁樣？咁係咪啱㗎咁樣？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就係真係咁樣炸伊朗嗰個燒錢嗰個速度真係非常之高。咁而喺又減稅，又喺緊縮政策，即係喺白宮嗰個所謂嘅緊縮政策裏邊，又達唔到嗰個 cut budget 嘅目標。咁然後關稅又要退，即係喺呢啲咁幾重打擊之下咧，美國嗰個裁員咧，似乎係真係有個問題，但係而家又不斷咁使錢。咁你對於嗰堆話真係要慳錢，同埋要係一個 isolationist 對外國不干預嗰堆人嚟講咧，佢哋的確係對於美國嘅情況係有憂慮喺度。Simon，你由外面睇入嚟，你又覺得點咧？其實如果睇翻，我都會認同就係相對，其實我唔單止伊朗問題，其實好多其他嘅議題，我諗未來一年美國嗰個情況就係會其實我哋其實可以再聚焦睇翻，就係美國嗰班 MAGA 派選民點樣去睇 Trump 嗰個態度。即係譬如你頭先引嗰堆民調數字啊，即係都唔反對啊，譬如嗰類嘢，咁可能相對於呢啲數字，可能我要再睇翻細啲，就係究竟當中唔滿意 Trump 嘅 MAGA 派嘅人，或者繼續支持 Trump 嘅 MAGA 派嘅選民當中有幾多？我諗呢個將會係未來幾個月，無論係伊朗問題或者其他美國任何美國嘅外交政策或者內政嘅問題，都係會係一個最重要嘅因素。因為其實你呢即係無論你由佢2010年嘅第一次當選，跟住之後你就算2020年落敗，你睇翻呢大概8年，佢8、9年啦，9年啦，即係你都當佢從政咗9年到嘅情況，你其實會發覺其實溫和，佢Trump 係唔會話因為令到共和黨嗰啲溫和派唔滿意去咗投去民主黨，佢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反而我哋而家係見到個情況就係，如果阿 Trump 真係可能，又唔會話佢又唔會落台嘅，即係唔會提前落台嘅。但係總之任何可能會令到佢失勢嘅一樣嘢，或者個影響力係跌咗嘅樣嘢，必然係嚟自個 MAGA 派對佢支持下降嘅。咁呢一樣嘢，咁所以如果從伊朗嗰個，即係譬如如果聚焦翻伊朗嘅話咧，就係究竟 MAGA 派其實相對於譬如委內啦，MAGA 派我諗佢哋對委內即係捉馬杜羅都仲可能會接受到少少，因為一嚟真係成功，即係真係一個大家瞓着咗到瞓醒就已經搞掂，咁個影響真係唔係咁大。咁但係伊朗今次真係會打得耐啲，咁個影響係大啲。咁究竟 MAGA 派用唔用？而且頭先譬如我第一次都講啦，佢其實阿 Trump 佢不斷地移動個目標㗎嘛，即係不斷地搬龍門。咁但係反面，即係個唔好處就係佢其實阿 Trump 係冇正式解釋過究竟點解要去打伊朗嘅，即係佢不斷地可能佢有上載影片，佢有喺咩頒勳章嗰啲活動有講過。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對比翻譬如之前譬如我唔記得拜登有冇試過或者正式嘅重要開戰嗰類嘢，但係起碼奧巴馬同阿 Bush 即係阿小布殊，佢兩個如果有任何重要軍事行動，佢一定係會好正式咁走出嚟喺白宮一啲好正式嘅地點，即係譬如咩台員辦公室啊，或者唔知邊個辦公廳啊嗰類嘢，去係夜晚黃金時段發表全國演說。
去講翻正式向國民解釋翻點解。咁而 even 就算 Trump 如果冇記錯，佢舊年6月其實都係有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問題佢今呢幾日大概4、6、1、2、3，即係5日，其實佢冇正式一個好正式嘅場合、好正式嘅 setting 嚟去同國民講翻。咁於是變咗，其實美國整體 mega 派又好，就算唔係 mega 派，你民主黨人即係民主黨支持者又好，共和黨支持者溫和，即係一般傳統共和黨人都好，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知究竟而家美國究竟打伊朗係為乜。咁於是變咗呢一個係會有少少影響咗美國人究竟支唔支持佢而家個軍事行動啦。咁連帶 mega 都影響啦。咁呢個就可能會影響咗美國嘅內政。咁而再由伊朗呢個問題再擴展翻，譬如頭先Titus 你都講咗個愛普斯坦個問題，其實伊朗其實唔係唯一一個孤例。其實你呢幾個月其實越嚟越多事件，譬如愛普斯坦嗰個案件啦，係越嚟越多嘅例子，你會見到其實 mega 派開始都質疑阿 Trump 嘅某啲嘢，或者啲 mega 派嘅名嘴嗰堆其實唔係好中意阿 Trump 某啲政策咁樣。咁所以就好似我頭先一開始講就係話，嚟緊呢年究竟或者無論係嚟緊呢年你呢幾個月嘅美國任何內政外交啦，或者就算普通伊朗打伊朗嚟緊呢幾日，或者你計個禮拜一路打落去嘅話，咁其實我諗大家可以聚焦究竟 mega 派點樣去睇阿 Trump 嘅呢啲決定。我諗呢個將會係最重要，最重要包括就係會唔會影響美國嗰個國內個選情又好，或者係政治局勢又好，同埋呢個點，我相信呢個會對阿 Trump 下一步跟住佢再打伊朗打勁啲，或者或者唔敢收兵，或者定係點，對佢個決定會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因素。I see。好。咁時間差唔多啦。咁嚟到呢度都係嗰幾句啦。我哋嘅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甚至如果閣下有心請我哋飲杯咖啡嘅話 ，Buy Me a Coffee 所有 account 嘅 handle 全部歸於一統 LateDatPod LateDatPod 嘅，歡迎開放討論。我呢個節目每逢星期3多倫多或美東時間晚上9點之後喺 Spotify 提供影像直播啦。另外我哋會喺星期4、6、1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即係香港時間星期5、日2早上8點。By the way， 我哋呢個週末係會轉夏令時間嘅，應該除咗卑詩省之外，我哋成個北美都會，咁就會向 YouTube 分3節播出。我哋同時有各大 podcast， 包括呢個 Apple Podcast、Amazon Music 同埋呢個 Audible 提供聲音版本。呢期離地播係2026年3月4號多倫多時間早上9點，洛杉磯時間播清晨6點，即係香港時間晚上10點錄影嘅。再一次多謝阿 Charles 同埋 Simon， 多謝兩位，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